专辑奖，得奖的是曾雅君，恭喜！虽然我创作了10年才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、很幸福的人，因为我有很棒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爸爸妈妈。新竹北埔慈天宫前的庙城，这个夜晚特别热闹，因为北埔的女儿金曲奖客语最佳专辑的得主曾雅君回乡登台开唱。尽管滂沱大雨，简单的棚架里却是满满人潮，乡亲排排坐，还有外地的歌迷热情相挺。一群人中，曾爸爸最投入，因为眼前的雅君是他愿意全心全力付出的宝贝。开小药房1分1毫攒钱，但是给雅君出专辑上百万，曾爸爸可没半点犹豫。我们本来是不是很富裕的家境啊，就是说没关系啦，既然生了这样的女儿哈，我们也认了啊，就尽量跟她做啊，就是钱跟她开嘛，就前后开了差不多100-200万有了，那就拿下这个21届的金曲奖，我们是觉得是值得，一定超值得的啊。得到父母全力支持，再加上北埔单纯又丰富的人文养分，让雅君从小就展露天分。可能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，对不对？那大概写第一首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我小时候快要升3年级那个暑假，妈妈买一台小的电子琴嘛，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玩的。如今创作的技法越来越纯熟，跳脱客家传统歌曲的框架，蓝调、爵士融合后，雅君的客家音符已经有海外粉丝深受感动。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出的嘛，就好几天都卖不到1张。很奇妙的是，有马来西亚跟日本的歌迷跟我买唱片，对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很棒，就是运费啊比 CD 还贵，他们还愿意买。新竹北埔，曾雅君的故乡，这里有父母满满的爱，完整的客家创作元素，给雅君走向世界的能量。我会比较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国外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总是无私，客家子弟对文化的执着永远不灭，让我在新竹北埔遇到我的感动时刻。